二八大屠杀的事件，节节人被抬，有人被关后放弃人生的理想，甘愿做一个戆百姓就好；有人积极的面对后来的人生，开创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业。朱朝阳校长伫日本战败后，放弃台湾人伫日本上悬的社会地位，返去台湾。伫单纯的时成立新台湾建设研究会，要学讲中国话。伊创立延平学院的时，去互中国国民党掠去，讲伊进前所成立的新台湾建设研究会中有共产党分子，因此被关100天，前途命运不明。加在东京第一高校的中国同窗罗李，甲伊救出来，佮小解伊去合作金库做主任秘书。伊一面上班，一面经营延平中学。伫战后培养出真侪的建设人才。经过40年的打拼，延平中学真做有台湾意识、有人文素养的中学。另外一位是周永和院士，伊伫日本时代所成立的反日社团树林协志会，和中国国民党误认为反对国民党的组织。28大屠杀后，周永和拄好人伫台湾大学的图书馆里做一个上基层的助理。伊听到树林协志会的郭守忠被抬，和平逃亡去中国，就此伊不问人间世事的潜心自学历史。38年以后，成做台湾史的一代宗师。也有一位是陈树伫教育家，伊嘛是参加树林协志会的志士。28大屠杀后，伊美去淡水的山顶，听到淡水中学3个老师被掠，一个被误伤死亡。听后事件平息了后，伊才转去淡水中学教册，后来成做淡江中学的校长。伊散尽伫树林的祖产，帮赞清寒的台湾子弟。伊甲淡江中学成做台湾音乐人才的基地，培养出济的音乐人才。